是耍个平和家的。吕青是自在居我，没几乎的没相信，正在努力大胆回家长，请你做副总部。不晓得神父听见里也招虑这个吕青，心里想：来听上了，你眼睛讲不分来，甚至当我们来，根本我中国要你还跟商量商量，哼！你也水里等些大子在家长，我也离性命。龙特个吕青是娘奶东高山条线的，我不是好啥的，杀鸡儆猴，我呢一路贴躺平。所以面孔上像神剧笑嘻嘻，哎呦，这些叫你的想得最大是个呀，因为现在白家长啊，一塌瓜子一个抠门来为一个来套。本当要去骂第五人，吕先生一代去，妻子再说吧，不是你上家吧？那么没地火，那称呼心里像侬能大一般，吕青我三个还不称呼，没地火是不讲是其他人才不完，一路过来不他白告状，该度长子本当没难忙，正是个为有话高当没开得动。为你嘛四海，经常高帮木头，对外高张三姑娘别是这一种，那现在不对了，那就外资农业引据大概他们新派个油画就死脱了广东，但是定价出价不得4两银子，我神不是来自不是1道2道，可是没是搬过来才是精髓。这些条不对堂的事了，还了。所以在理想2-3哥们讲来他口一口，这些条啊，你要想有分来噻，一当有点庇护，我临来进去对一个秋子，我说来到理想为着忽悠上湖大麦头，是你呢是理想流浪，那么称呼那来河队相望的，那么围出来带鳌队。鳌队还有一只东厢房，一只西厢房。那么是什么啊？那这个吕先生们这个读书人，那么你在这里还第二，你们客气点，你们就是了西厢房，娘你们就是了东厢房吧？神父像个电视机还要你亲自布置的，你在这个地方诸葛亮事必躬亲，各种地方我中国外的安排的。新来个旅馆里面是东厢房，我们老屋里面是西厢房。东厢房东南屋两西厢房，冷天西北风吹3热天，西说讨厌必杀。你他已经在个另外口袋的，什么呀？我不安排，你不能生气。那么称呼才子们几乎忙顺利想起，但流浪佛是东高山叫昆哈，那么你到旅游厢房的还要去歇歇。神父一诺，吕青领导子的东厢房，说吕先生你到底读书人，你东高山叫口中来听来，那是东厢房，我是了带过西厢房，那么人过来。那实际的你还困着要提分汤分不着，这样看，跑到在路目，我马上去拿个吕青弄他。到给他随不是要让那个小马喂，不然也要杀人，你是100多给人家弄脱的，在大哥不人杀他不了，要那个吕青弄脱了，要动动来听看，实际呢，你是个我不刀出来么？你为要对，我弄到去领大的，再看我，老火队请你700多要罪，那个事体。我要打个称呼打档，所以的忙成有的来，打称呼是个厢房跟随。春花开门呐！李下称呼，这要天嘛来这个吃力子，我在床上马上就困着着有，
十三里的听见把门声音嘛，他一好的嘞，做啥也好嘛，说年我要杀100多的人了嘿呀！俺爹是神父家，是我。哎呀，我想困觉着呀。有事？我有事去啊。你起来。给我等着下。哦。衣裳上一直喊，过来门手起的门一开嘛，实在是神父。你神父啥几家呢？努力走这一步，头戴天庭咕噜里，这个广场还不流浪像东高山就要听见了。神父你啥子去啊呢？没什么大事，肚子有点饿了，请你到厨房弄点东西填填肚子。啊，红蛋本来一好的嘞。啊，这天他用不着这个个喂。哦，豆皮我在。对。豆皮我那带是个，在厨房给你去寻点么子去。你知道我这个事情做不来的嘛？还手里高知不在，收在，你带我房间里向去等着下。哎，我到你带厨房间去多整点么子来。我还要搞一点酒。啊，我要吃烂醉了。请这个新来的刘先生一起喝酒。哦，这个你要请刘先生一来喝醉。对。还看个，神父啊。该打三手不比相符，但是喊出有的是，我来启动不呢？好了，这事情我比你清楚，这好酒都是我运过来的，我也对过，慢慢受用。这么是谁是你补得来的？那我到里去拿得来呢？我告诉你，这厨房里面现成的酒招待这位刘先生，我看是亏待他了。啊？这闲话称我听不懂，什么呢？啊，是你这种最在的位对妹的呀？对，吃得出来。根本你也听得起啥个醉酒？请他喝什么酒？胸部的一个咱把你士兵弄出来，请他喝这个酒。都也这个酒不了了。啥记得那不能做出这个女的？怎么了？雷先生是写掉哪里水流来的？是可不能写掉写的，怎么顶着也顶上呢？你还要小姐，你怕什么？这是万家庄，不是相府了。老乡已经死了。话讲回来，他无情，我无义。啥个意思讲？他收留的刘先生招呼都不打，明明还是当我奴才，他一本正经主子。所以我要把这个刘先生毒死，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啊！你不要怕。你在他身边10几年了吧？做丫头这滋味不好受吧？没啥办法呢。先生我的命呀！你就是贱命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怕。你一塌瓜子泥塞刚刚出头破地上，万家庄我们2个人都在想，你做这儿的夫人，让他做你的丫头。这个我用不着这里破绽。不要怕。但人光们我走给这个夫人，娘是我骨头呀。对。哎呀，但看你不出来。个神父要到刘先生大家安一个家。好什么？100多人都弄死了，再弄死一个人，小事一桩了嘛。分一个。来，这样子啊。听我安排。我总归现在有点破个样。别个都强点了。等会儿我叫你出来，你就出来。我喊我出来。我是大姨，你是医药，要听我安排。写得在。去吧。娘称呼不起都正多下去。神父自家在厨房干，都是一屋醉，搿屋醉里不要干，2股8块，临时这样菜你菜是来不及，高是开来无用，有点点豆腐够了，花生米，微波分子枸杞牛肉，揉吧，一样样包到盆里，得知这白，大吃的东乡王一样样包到台上。刘先生，雷青是些这样追，带老到去带马队上去。他高才讲个呀，3缸的几百农，8只农嘛也到了惠州家乡温水去个。现在天气大了，高才在那马队上向么肯定结发着，还是得让我到里去讲一声。农呢这干上这干多，现在单子给这个饭高上来着。哟，一看嘛，神父进来着。
我在是谁？哎，原来是沈总部。哎呀，可套了，哈哈。哎，路上辛苦，肚子一定饿了吧？啊，为何？我弄了些酒菜，我们喝一点酒，吃点东西，也可以填填肚子啊，人也有精神。吕青格来带分客栈，这个政府了，你们一定金狠狠的。哎，对我倒不错呢。现在我豆皮我在，这位弄的最菜，喷我弟弟豆皮了这个。啊，沈总部啊，想我怎样高日啊？上哪儿去？哦，于是营里在客栈之中也去拿来。哎，我叫这老头给你拿来，不要你亲自去了。哦，不，为是我自己去哈。非要自己去？那喝几杯酒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嘛。刘先生，听我们小姐说，你是个秀才，念书人，有学问。我可是个大老粗，今后我们一起共事，要请你多多关照了。你这个酒可一定要喝，不喝这个酒，你就是看不起我陈福嘛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不离讲的这个嘛，刘青丹最服了噻。现在本人家一片神心，我但不能不去带住个吧。那么闲话说走了，跟踪着一压天呀，这豆皮的确是我子。哎，吃的么子啊，他的确是用得上。首先大概他们重新收拾我来，最后拿起来，嘚儿嘚儿，啊，沈总部，记住去子们，来，我这花媳妇，请你一杯，这就对了，够朋友，来，嘿，干。两高头，你一杯，我一杯，三杯的吃我们刘青的起身来，沈总部啊，我也告辞了。我在这敷衍我，是为抢30那个吃子300里起来睡着，一个追求我去顶多吃饭不会出事体，东西外不拿出来，放在嘴干。哎呀，刘先生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那么喝了几杯就走了呢？时光不再。哎呀，我告诉你吧，你再喝几杯酒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的嘛，是不是啊？坐下啊！我知道你一定是喝惯了好酒，这个酒太次了。哦，不配你胃口。不是的，你要喝好酒，我跟你说，有一个朋友送我一瓶好酒，宫廷美酒叫十里香，我一直舍不得喝，我今天请你喝这个好酒啊！沈总部不吃了，不要客气。俺桌子上努力，灯子往下一沉嘛。春花妹子，春花先我隔壁等下来嘿，哎呦，现在一进门，带衣了让孩子玩，眼睛带里向，哟，沈总部给我啥子去家？春花妹子，我上次交给你一瓶好酒十里香，你把它摆在什么地方了？哦，隔壁十里香。对，是好这个名字呀。对了。哎呦，当你看海了孩子。把它藏起来了。你把它拿出来。我今天要请这个刘先生喝这个好酒。他现在这个酒太差了。这个不能是比较的呀。这样吧，他呢也不肯多喝了。不肯多吃噻。那电奴兵最努出来的。来去倒2杯。倒2杯。我们每人1杯。每人1杯。老比赛来到8进去。用不上那规则，我才都春海了孩子。那么我出去，我东西先来着。水里向拖着一只钵，钵里向2杯水，袋里向钵袋上向放一放。至于拿中面个杯水，忙着刘七门前一放；右面个杯水，忙着神父门前一放。啥的神父嘛，一杯水刚才我就胡子做脸噻，帖子也来头上给，那杯水嘛清湿后，进不去还在，什么？我当然说，可是现在不能弄错他个。大个的说了，哪会都弄错呢？不会错改，点心的吃么子？李先生，你到哪里吃水啊？我等到去才来到洗菜来啊！让称呼么子抬出去，来称呼出去，神父总会提醒我你。非要弄错这个他一个，个头面你平常错误不够呀，平常是体不懂，才差不人走的。那么这个去弄错，生命出这个呀。不过再想想，这种的事体意味着出毛干。我现在这里男人或记得弄送我们男人来海玩啊，去，
刘先生，这个酒非同一般，好酒，最近又涨价了啊，请你尝这么一尝啊。刘先生不路呀，那个人呐，想着太热人子，吃醉没辰光经过还吃下去，刚才在了马头上像结啥子样，一看来说他没讲了。哎呀，沈总部啊，时光不再，我也告辞了。那么也是走，现在那么常常来随便的吃个水管，我想吃点别家个，那么在武汉个那边上当，再想想，凭我3寸不来事实，一句闲话了，那个白嘴白吃个的。刘先生，我也知道你心急啊，这样好不好？你把这一杯酒喝完了，马上就走，我绝不请你喝第2杯了，好不好？讲到这个，三哥，如果今朝这杯酒不吃，我里不让我醉了还哇？那么再加上说着，稍快的吃了个杯，马上就动身。哈，记住就是我冤枉在先。只吃一杯，这个第2杯。我这边哪不吃早？这第2杯呢，今3今4吃不到个的，就这一杯，我说话算数。一定为的。好，哈，来，哟，这是好醉呀！好酒吧？沈总部，你也听呐？在我头上听你去，搞不起吧？你搞要你听管，根本我往是挺适合的。巧了，不过中国有点不大方便，随便啥地总有一个唯一的药。不过不，我们要相信成活。我现在大家组织夫妻的，搞支付不可能弄松子搞女人。去，白子拿起来，我也喝，我也喝，你放心啊。干了哟，这是海量啊！哪的话？许师们，我总还告辞了。那么你喝又叫气在，刘先生，为什么如此呐？一路好走呀！那个娘会讲闲话，我叫他再讲个讲，告辞。今年落开，大家讲清爽吧。让你洗个明白，非是你带子你落门的，啥时候听说哪会得来的？刘先生啊，那个人拿为日去讲，怎样？你把今天的日子可千万记住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就说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。雷军还听见个句说干。介绍是明年的进展，就是自家的追你们。莫非你放在嘴内下了毒了么？好聪明啊，刘先生。加上你们绿钱绿先生，没灵啊一灵啊。屁事人，你往下去，来给那个文一狗狗到地狱门，那律师立刻就名归。神父，我与你并不有罪，今日以后加害于我。问得好，只怪你自己来的不是时候啊。你们太轰动，这怪你们迷了心，这怪你瞎了双眼睛，天不该来非不应该，不应该挑衅这是非。
我个西楼心。雷军等待你讲我们真正气温。接着说你，因为东高点点水里这个妻子都不记住谁，收拾了也弄个么啥？那个啥配呀？那种人家，为是在干的事情，我要杀人家。这些都是俺们高铁个都隔壁对面去不起了一个问，那孩子们，请啊，吃子下去，要付出个药，想法的侬还不容易欣赏，我的命带要送了给他，无聊，无聊。不信你妈对我刘先生，哎。这里边有什么感觉没有？感觉啊？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？那先生不讲，还没有感觉啊！哈哈哈！我看是快乐。都是马上就要发作的。对。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个雷气我的奇怪，都要专门我吃个。痛没痛的搞不死的？你怎样啊？神父想不对，这个肚皮痛分行上些个，不是吃子我错不是那肚皮痛，搞出来个痛，三股鸡到了鸡头上的，哎呦，看上去个白头面去一分钱我错的，我想想，专门是春花斗争的呀。春花头面灭不是么子，天下再多人无谁，看上去的口中是雷青在，年纪比我轻，马想比我还，拿我要杀，我也想告发雷青。那个头面人啊，因为你不肯做项目事，搞起码一点要杀个人啊！我真心他那个人，今朝你弄怂我啊！哎呀，有个人，春花，耶！春花想了，可别等下了嘿！现在一听么呢？个神父让去见，眼睛奔进来嘛。这神父，你哪去哈？你哪里在干去哈？也是关那个头名，你做工大了哇！你这个贱货！啊，你干的好事！我收吧！人要想扑上来，不来在头名人做也搞得用不够。人扑上来，巴拉达的大地上，小来问去，再有两只脚一伸嘛，起个在。那么个出来嘛，实在去不够，死不足惜。但是有一点没在够，哪是分入天上？那么你当时称呼了去核心，记得那粗瓜子里在，跟人在那去不会在那个跨开。当刘青啊，只不过刚刚认得，那么杀人做个睡觉，嘿嘿，你太狠了！哎，江人之于江人水，为于江人在于对，当然不是王恰在于。那么杀人做个睡觉，没几火，没几火，那还做这个睡觉？你那流浪困干。我这个燃火嘛，还喷不上。哎，飞来覆去，听见我的语声音，像是神父啊，实际啊，所以到窗户旁边，使妻子耳朵上听。开头的神父闲话讲得蛮轻，但有时来方式引子，把这刘先生毒死，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，万家中我们的天下。我又想那个奴才已经吃你不，下来的是林西门家他是刚刚神父让我不必不够讲高，我牙一洗，你可能身上有犯规，你要当手。余地上那谁下水外讲，讲讲平时里两句闲话，就有点听不来气啊！上去上门呢，先叫我明白人。
特别高中不为快乐我那哦，你现在侬这个吕先生要什么就带给我讲，怎么也要试试看。所以你告诉讲眼话吕，看个称呼200岁得子上出来嘛，别为努力开了。现在说的，我称呼科技3条嘛要好个来。咦，哪路水呀？哈，阿会把都要追不离科技啥？啊，是这个政府要大概个现在律师上7追不讲我都知。哦，这个房间里3过了课吧，来几课。是个不是有抽丝3年课那年的去课，是3条课呢还是泡泡的行的？那块政府够强，那么呢，各他脖子还放一放，急急忙忙到房间里，还出来，这个是有抽丝3年了课。哦，都是那期望，那么的得知不么往成东山往来。虽然呢，最开一些当口嘛，没几活水加紧走开了。现在100岁的把子都要在，哎呀，有多样100岁挪脱了，不让你多挪刘先生要啥？再想想，好别的，让你40几个。所以2只板子搬个长，玉米只搬得周米，周米只搬得玉米。神夫人的无因多加罪。那么现在称呼不得出去。没几乎告知讲为了公代称呼当房的你身上嘛，一打面孔一白，说啥家光好长长，科技东高些怎么称呼像我们最太不该带的，我是替代啊，太太子神父身上不拉的，后是大家当神父出来一起黑心，要到律师上要啥比来东西都挣多下去，我讲不白，把这还都成啊，但哪想得的，现在律师上一点点不是提问，神父是高兴头哎。哼，这么几伙想法当然都服，是哪个地比经过做该种事体啊？然后不必实际你我当然自个幸福当然妹子个呀，可上去呢有一样那个神父要啥个，意思就叫你那讲给我呢，我要当你做夫妻呢才晓得来，我哪会弄说是讲男人？可是你自家做事呀，自家一切都要做呀，那我得出去辰光自家弄错的个，必然是按弄错。我是呢，讲起口口我有点心急慌忙，那么进去口口马上回出来，看上去我是搞弄错的，当得自搞对了吗？还没好。那么你错犯，何尝再有这种的事？两在举法，打个几句，李先生啊，称呼大字的义和往生东厢房而来。说在这里东厢房门口里，站在里向一看，哼，神父是香江往那个地浪向已经肚子气着。实配呀，还是难想当个无来对呀！再上的不比个刘青一毛路，上去家，个读书人眼瞪瞪眼瞪瞪，给那个开背了，这读书人还难挂哩，各种上面做成第一道经历了。小雷飞生，吕青尊呀，分享到。现在时代上很幸啊，这个中国因为你东高山叫收敛我，有点多几岁要弄我要啥？哎，我觉得奇怪，你说落开当刚身上的，让你是个明白。你说那自家不是听嘛？你自家混蛋是这样。个我对他出去来，我3条进来的，哪桩事体？陈局分享这个，哎呀呀，这位小姐呀，真是吓死了女臣了哦！雷先生啊，今日只是累你水军哦，你欲所不惧呀？哪里？
生，今日此事与你奉会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哦。当然我们不关心，我用被害人之心的，不理让讲，我中国自家发起个谁呢？你在是做事起来，你非要放在心上，那么你哪不得写这个讲？你也害我吧？好，看上去讲我对大个头名中国传统的，那么呢，让东高铁叫米浪在太跑出来的。哦，有个女孩不怎么知道，呵呵，稍微要当心点高。哦，原来是如此。想不得，你第一带我屋里向就弄出这种事体出来。那么现在神父死的呀。礼物来我讲人家，但也该不内在。李老讲，现在神父死了，你不记得我改，别记错你的，你们随手改打正中国了。我男人出外经商，只讲地怪，屋里向第五人特杀，你当去马的第五人改打，就是那20厘米的所在。如果你当到高山能打对了，我都领导改打来。问我们打的手举我讲，我们是温州人。来对清的呀，不能提起高山人，我想到了。哎呀，我打想不起把人高山的树浪向等，刚好个顶都时间都天水会在树浪。现在天已大亮了，个张水来一点点不晓得来哇，还在让我去当对的。大家讲清爽，高山那边叫来，农水他自己phải搞账。看上去跟杭州么会等他2年了，那么吕青出牌告状，打马队来寻张水来，打此地马队介绍自家各个啥手没个的，因为那张水来他想不起，受老人气喝的拿着头面手也他个这个，吕青寻不到自家咋手嘛，哎呀这个人。门旁边两手让你我说你还有个啥手呢？我有时说你家里像刘某某吧，一大份财星个吧，根本想高下位自家一个字为主问句，这个绝对不可能的。能不办法，你为的一个字为的问句去干，根本到底落得起的呢？根本你想不到的，张水来幸福的呢，在于我的头前米浪，这个贴个西柚。谁努力能够到努力举起来，大胆是成功方往上不起了。根本你也不是新人了。我问你阿爷可吧？当初农夫结他夫妻俩高头流落浪水，
他们那个台小书生口吐光阴，写得侬让没去相互，几百侬，现在侬总属于做落噻，高兴也不提他个噻。哎呦，我个命能够可我，见我下来个日子，那够呢，我来那喊到我为记。